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，伫这个例行的记者会，针对台湾甲本土语言列入中小学的必修的课程来回应讲，伊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，伊当场哦，都用客家话讲，希望有机会会当到台湾，甲这个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屏东、宜兰的客家乡亲面对面来做交流。 我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，我讲的客家话，台湾的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屏东、高雄的客家人都是能够听得懂的，沟通完全是没有障碍。所以呢，我就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台湾，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屏東、閩農嘅客家人來面對面交流，尤其係用客家話來交流，自家人講自家話，真係最自在嘅。 针对这个朱凤莲希望到台湾访问交流，咱的陆委会发声明表示欢迎，讲欢迎这个朱女士伫适当的时机访问台湾，讲伊来当放下着意识的形态，拍开心胸，全心来体验着台湾社会包容开放、尊重言论、甲新闻、宗教的自由、甲人权的价值，相信一定会对台湾社会民情有更加好的理解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